哎呀，这平安，平安，哎，真欢喜，搁来一遍来到主的圣殿啊，三角来学咯，吼，咱做伙来吟诗歌，有主牵阮的手。有主牵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去着主的引带甲看顾，永远袂差错。有主牵阮的手，无论风雨通测求。哪有奇妙的灵命点滴，咱永远无忧愁。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伊的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情行字，显明伊听透。伊有丰盛稳定甲主爱，亲像日头照到也照晒。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挂碍。有主牵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去着主的引带甲看顾，永远袂差错。有主牵阮的手，无论风雨通测求，哪有奇妙的灵命点滴，咱永远无忧愁。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伊的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情行字，显明伊听透。伊有丰盛稳定甲主爱，亲像日头照到也照晒。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挂碍。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伊的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情行字，显明伊听透。伊有丰盛稳定甲主爱，亲像日头照到也照晒。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挂碍。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挂碍。当我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愿心灵往主你敬拜虔诚，过一摆将主权交予主上帝，恳求你旨意对我显明。
我愿入伫你内面，全心地自欢喜。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伫你，我愿你不作情，我愿入伫你内面，全心地自欢喜。我主我上帝，改变我心意，完全属伫你。当我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愿心灵主你敬拜祈求，搁一摆将主权交予主上帝，恳求你旨意对我显明。我愿入伫你内面，全心地自欢喜。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伫你，我愿你不作情，我愿入伫你内面，全心地自欢喜。我主我上帝，改变我心意，完全属伫你。我愿入伫你内面，全心地自欢喜。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伫你，我愿你不作情，我愿入伫你内面，全心地自欢喜。我主我上帝，改变我心意，完全属伫你。我主我上帝，改变我心意，完全属伫你。现在你已经基督，你到开了拢无，目屎流落，亲像雨水，无法停止。主关心已经了解咱所为当承受，伊也提起。咱来所提祈祷，有人在为你祈祷，有人在为你祈祷，在你内面受我孤独，心我苦受着我，会记得有人在为你祈祷，也知有乌云暗雾，是人也看无位，看无路，袂当向前，绝望到底。要是一个时阵，有人为你祈祷，平静安宁，主要手赐予你。有
感谢姊妹团契用遐尼水的诗歌来带咱做伙来敬拜俄罗上帝，请咱三角来祈祷。万权能的爸上帝，阮知影你甲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在替阮祈祷。阮是何等的有恩典甲慈爱，祝阮搁一摆伫拜五的暗暝来到圣殿，要来听你的话语。求你圣神即时甲阮伫地，互阮会当对你的话语得到快乐，得到安慰。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迎搁一摆，拜五的暗暝来到礼拜堂，咱做伙来祈祷，来看上帝的话。今仔日我要用马可福音请陈爸替我跳到第1页，好无？才不只后壁。要用咱教会甲金句有约的即个进度，马可福音来做伙分享。今仔日要来看的是用要安怎咱来成做上帝合用的器皿吼。伫即个马可福音11章吼，有4个主题。今仔日咱做伙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安怎成做一个牛仔囝，第二个是无花果树，第三是圣殿，第四是主的教示吼。咱念咪会做伙来读。所以咱今仔日吼，我即礼拜真欢喜收到即本足水的圣经，这是新版的即个现代台语的版本吼。所以咱今仔日就用即个新的版本，甲即个巴克利牧师翻译的即个台语汉字本，咱做伙来看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咱做伙来欣赏即个翻译圣经足水的所在吼。咱所以每一节拢有2节，咱2节拢做伙来读吼。马可福音11章第1节，请因行近耶路撒冷到加拿山边的伯法其甲伯大尼的时，耶稣找2个学生，现代台语来。耶稣甲门徒伫要到耶路撒冷，到加拿山骹的伯法其甲伯大尼的时，伊找2个门徒甲因讲，恁去对面的乡舍已经入去，就拄着一支驴仔绑伫遐，要捌有人徛的，透开，甲伊牵来。甲因讲，恁去对面的庄舍入去。随时会看到一只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绑伫遐，恁甲伊偷开，牵来食。第3节，若有人问恁讲，啥事做安尼，恁就讲，主欠用伊，连咪要互伊调来食。若人问恁是安怎尼做，就甲伊讲。主要用伊，连咪会搁牵转来行。第4节，2人就去，拄着一只驴仔伫路边的挖壳，绑伫门外，就靠伊。因去看到路边有一只驴仔囝绑伫门口，就甲伊偷开。边头我徛的人。边头徛的人有话讲，恁偷驴仔要啥事？有一寡徛伫遐的人问因讲，恁偷驴仔囝要创啥物？因照耶稣所讲的，甲因讲，遐个人就放互伊去。因照耶稣所吩咐的，甲因回答，遐个人就准因牵去。因就牵驴仔就近耶稣，煞用家己的衫披伫面，耶稣就徛伊。因牵迄只驴仔囝来耶稣遮，将家己的换衫
披伫驴仔顶，耶稣就爬起徛。有侪侪人用因的衫铺伫路呢，也有用手机，就是对园里所找来的。有真侪人用因的外衫铺伫路呢，嘛有人对野外草树花铺伫路呢，予伊欢迎。前行后地的得脚。何塞纳伫主的名内应该得到呵乐。前行后地的人大声喊：何塞纳！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迄个得要来的国，就是咱的祖公大卫的国，应该得到呵乐啊！伫至悬的位啊，何塞纳！得要来咱祖先大卫的王国，应该受称赞。至悬的上帝，何塞纳！耶稣伫耶路撒冷入殿堂，四围看逐项的面，日已经暗，就甲12个学生出去到伯大尼。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入去圣殿，逐项看一轮。因为天已经暗，伊就甲12使徒出城去伯大尼。好，所以咱即个第一段，咱要来看即个驴仔囝吼。即个驴仔囝是真温顺的动物，啊，伊无亲像马遐尼雄壮威武吼，所以圣经用即个驴仔甲马来做来比较吼，来表明即个骑驴仔的即个国王是真谦和、谦卑啊、文雅吼。啊，即个驴仔囝嘛是无人骑过的，可能无受过训练，也无法度载遐尼重的物件吼。毋毋是迄个足悬足水的即个马，毋过伊互即个锁仔绑着，啊，耶稣找伊的门徒去讲，将伊偷开牵来，因为主要用伊。啊，咱来回想咱的性命，是毋是嘛？时常是安尼？咱互咱的生活，也是咱的家庭、工课，足侪世界的即个操烦，酸条的，无即个自由，也是感觉互即个锁仔绑着，即个看袂到的锁仔绑着吼，咱可能嘛感觉家己无路用，无法度承担啥物。毋过伫即个时阵，有一个呼召对主来的声音，主要用你。啊，即个足侪人看耶稣骑即个驴仔入来的时阵，将伊的衫抹伫即个驴仔顶面吼。啊，即个衫代表咱外表的即个荣耀吼。啊，本来即个驴仔是不配互即个衫抹伫伊的身躯，毋过伊会当有即款的尊荣甲尊贵吼，是因为咱的大君王徛伫坐伫伊的顶面，所以伊嘛得到安尼的荣耀吼。所以咱来思考，咱的性命是毋是嘛有经历足侪稳定，也是荣耀？咱着爱知影，因为有咱的大君王耶稣基督甲咱同在，所以咱是亲像即个即个驴仔囝共款，是要互咱的耶稣来使用的器皿，毋是主伫使用咱。咱就是，若毋是主来使用咱就无得到即款的荣耀吼。所以即个咱嘛爱设置即个驴仔看到遮尔济即个百姓的欢迎吼，咱会嘛会感觉是毋是即款的欢迎、即款的欢呼是要对咱来的吼。毋过咱爱记，其实所有的恶路拢是要互耶稣基督的。即个驴仔囝就是奉主的名来行即条路尔，所以有真侪时阵，咱会甲咱耶稣基督做伙得到即个荣耀。毋过咱爱知影，是因为主，伊是咱的性命有即个主耶稣基督，咱毋爱看轻咱家己，咱若是愿意互上帝、互耶稣来使用，咱就会经历甲即个驴仔囝共款的即款的稳定。好，咱第二部分要来看即个无花果树的即个故事吼，所以咱嘛做伙来读
来，隔日因对伯大尼出来，耶稣枵吼。隔日耶稣甲门徒对伯大尼出来时，耶稣巴肚枵。远远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有叶，就去看伫迄顶面有所得着无？已经到，竟然无所得着，只有兄尔定，因为毋是无花果的时。伊伫远远看到一丛有真侪叶的无花果树，就惊我去要看有果子也无。伊行到遐树顶叶仔以外，拢无看到半项，因为毋是无花果的季节。就对迄丛树讲：干了后，永远无人食你的果子。伊的学生也听见，伊就对迄丛无花果树讲：永远无人会阁食你的果子。伊的门徒拢有听到，好啊，刷来耶稣就入去即个耶路撒冷吼，啊，这中是一段即个甲圣殿有关系，咱念咪过来看。啊，因对圣殿出来的时阵，跳到19节，咱继续来读吼。读下昏，耶稣出城去，啊，即个另外是黄昏的时，耶稣甲门徒出去城外吼。啊，早起时，因对遐经过，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根基拢枯焦去。过早起，耶稣甲门徒对遐经过的时，看到迄丛无花果树，规丛拢焦去。彼得急伫，就甲伊讲：拉比，你看，你所救抓的无花果树已经焦去。彼得会记就甲耶稣讲：拉比，你看，你手抓迄丛无花果树已经焦去。所以无花果树是一款伊的果子足侪的即个树吼，啊树啊，啊圣经足时常伫用即个无花果树来代表即个结实侪侪吼。啊主耶稣看到即丛无花果树顶面是有叶仔的，所以迄当阵主耶稣伊枵啊，所以伊有需要。但是即个无花果树却无结果子，无法度互主来为主来效力。啊，所以耶稣就对即丛树仔讲：永远无人阁会食你的果子吼。啊，咱远来看即丛树仔，应该是有足侪果子的，毋过耶稣无。耶稣袂安尼行过去，毋过一丛树仔若是会当结实济济的树，竟然找无到一粒果子，咱是毋是嘛爱思考咱的性命？是毋是嘛是安尼？远来看，咱敢若是袂歹的即个基督徒，毋过咱敢会堪伫耶稣来就近来看，看咱有结果子无吼？啊，今仔日用的即个反省，拢是咱教育事工部。陈美长老伊所写的吼，啊，所以咱每一工来做伙读圣经，啊，看伊即段的即个分享，啊，佮有牧师的金句甲祈祷吼，咱会当做伙来操练，用安尼的方式来灵修吼。所以即个结果子是真重要的，无论是圣神的果子，还是咱生命的果子，还是福音的果子，还是做主的工，拢是足重要的。咱爱诚做即个结果子济济的树仔，爱结果子济济，随时爱备办好，要准备互主来使用吼。啊，第三部分咱来看一段甲圣殿有关系的经文吼，咱做伙来读这15节。来，因到耶路撒冷，耶稣入殿，就赶出殿内买卖的人，车倒换钱的人的倒，甲卖正的人的意。啊，后来因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入去圣殿，起手将伫殿里来买卖的人赶出去，车倒换钱的人的倒，甲卖混教的人的意。煞毋准人带器具对殿里经过，
伊嘛毋准人摕物件用圣殿做通路过甲过去。搁假是因讲，兼无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万邦基督的厝吗？若是恁互伊做插手，伊假是因讲，圣经兼无记载，我的厝要叫做万民基督的殿，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才会这石头甲经学士听见，就找通当牛来灭伊，因为惊伊是众人拢奇怪伊的假事。这市长甲经学教师听见，就一直想办法要害死耶稣。毋过因惊伊，因为群众对伊的假事拢真感服。所以耶稣入耶路撒冷要去圣殿内底，伊逐项看一轮吼。主要用这主一定会足详细的看吼。主要用即个圣殿，伊若是要用，伊就会足细致、足注意来看吼。咱敢亲像即个圣殿共款，会当互堪伫主安尼足细致、足详细的这个查看吼。若是主要看咱的心思意念，咱敢徛会牢？咱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伊要来详细来看咱。耶稣入圣殿是安怎？伊无停留伫内底呢？因为即个圣殿已经污秽啊，所以主就离开。若是咱的身躯、咱的殿嘛是安尼无清气，主就无法度住伫咱的内底。咱的心灵是毋是清气？咱是毋是会当祈祷上帝？以即个圣洁的上帝，主耶稣来做即个圣洁的工课，将咱内底赶出去，也是将一寡物件来车倒，毋准咱做一寡代志。遮个代志看起来，可能咱会感觉是有路用的、有需要的。毋过伫主的主伫看的时阵，伊感觉遮个代志会互圣殿变做即个插手吼，所以失去本来即个圣殿应该爱做的代志。即个圣殿本来应该爱做的代志，就是爱互万民来祈祷的殿吼。所以遮有讲圣经兼无记载吼，所以伫咱的生命当中，咱是毋是有时会感觉，遮个代志是应该的，遮个代志是必要的，遮个代志看起来感觉对圣工也是对教会有需要。毋过咱敢有搁一摆转去圣经敢有记载的即个提醒呢？所以咱爱反省咱的信用生活、咱的教会、咱的团契、咱的小组，是毋是有真做万民基督的殿？咱需要真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来去到上帝心意的内底吼。第四个部分，咱来看耶稣基督的教示吼。咱做伙来读，来彼得基督就甲伊讲：列比，你看，你所驻抓的活果树已经打去。彼得基督就甲耶稣讲：列比，你看，你驻抓迄丛无花果树已经打去。耶稣应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既若甲即个山讲煞去，迄伫海里，心内无犹豫，独信伊所讲的的确诚，伊甲伊诚。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对即个山讲起来去填海，伊心若无犹豫，信所讲的一定会实现，嘛袂安尼互伊实现。所以我甲恁讲。既若恁所祈祷来求的，着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诚。所以我甲恁讲，恁祈祷的时，无论求什么，信已经得到，就会得到。既若恁徛伫祈祷的时，着想有人伫做你什么，
着赦免伊，互恁伫天里的爸也赦免恁的过失。恁徛伫基督的时，若对某人心有不平，就甲伊赦免。安尼，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的过失。恁若无饶恕人，恁伫天里的爸也无饶赦恁的过犯。恁若无赦免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即节有诶草本无吼。所以咱来看到即段诶经文有两个部分吼，一个是对即个学生因诶教示吼，讲即个话语其实是有足有力的。耶稣救抓即个无花果树的时阵，即个无花果树就扩大吼。所以耶稣伫教伊学生讲，即个讲话是会力，是对顺服上帝来的。所以即个话语的会力，嘛是对基督得着的。即个基督的阻挡是无原谅吼。所以真正的即个原谅是爱会当放落咱心内底迄个阻挡吼，是爱用听来接纳别人的即个软弱，用耐心尽力来恢复伫主内底的交通吼。继续咱过来读哦。因国到耶路撒冷，耶稣伫殿内伫行的时，遐个祭司头经学士甲长老就近伊。因阁来到耶路撒冷，耶稣伫圣殿的行的时，祭司长、经学教师甲长老来去啊。你用啥物权行遮个事？阁是谁互你即个权通行伊啊？问伊讲，你靠啥物权柄做遮个代志？啥物人互你遮个权柄来做遮个代志？耶稣甲因讲：我嘛问恁一句话，恁若应我则要甲恁讲，我用啥物权行遮个事？耶稣甲因应讲：我要问恁一句话，恁甲我应答，我则甲恁讲，我靠啥物权柄来做遮个代志？约翰的洗礼是对天，还是对人啊？恁着应我。约翰洗礼的权柄是对天，还是对人来的？恁甲我讲。因三角议论讲，若讲对天，伊要讲，安尼恁啥事毋信伊？因互相议论讲，若讲对天，伊会讲，安尼恁是安怎无信约翰？若讲对人，因就惊百姓，因为众人实在掠约翰做先知。毋过，若讲对人，惊群众反感，因为因拢想讲约翰正是先知。因耶稣讲，阮毋知。耶稣甲因讲，我也无要甲恁讲，我会用啥物权行遮个事？因就应耶稣，阮毋知。耶稣就对因讲，安尼我嘛毋甲恁讲，我靠啥物权柄做遮个代志？好，所以即段的教示是要对遮个祭司长，还是遮个经学教师，还是长老吼？耶稣问因讲：恁靠啥物？因问耶稣讲：恁靠啥物权柄来做遮个代志？耶稣反问因讲：约翰洗礼的权柄是对天来的，还是对人来的？吼？所以因为耶稣是受约翰的洗，所以因选择毋知影安怎回答，因就讲阮毋知。所以耶稣嘛讲：安尼我嘛毋甲恁讲吼。所以咱是毋是会当除去咱心中的即个阻挡，真正用耶稣来讲心内的话？咱若是无法度做到用诚实来面对咱心内的主上帝，咱嘛无法度对主遐
得到啥物话，也是启示吼。所以咱需要来一寡思考，主要搁来的日足近啊！啊，主耶稣伊即马伫超找即个女仔囝，伊嘛伫超找即个器皿，啊，求主来赦免阮。虽然阮有愿意的心，毋过阮也未准备好。啊，咱虽然心内阁有足侪即个世界的即个代志伫挂虑，啊，亲像即个无花果树，无法度为着主来结果子，就算咱有结一寡果子，可能嘛是为着家己的即个私欲伫想的，啊，咱无为着主来保留遮个果子，要互主来享受来使用，嘛无将即个无伫即个地面将上帝话语的即个能力来显现出来。所以求主赦免咱的祈祷无够，咱的心内底阁有淡薄仔代志无法度原谅。所以求主，咱做伙来用即段来祈祷吼。求主轻泽坚固咱，互阮会当诚做主下用的器皿，来承接大君王。主啊，帮助阮学习顺服的心，顺服主伫阮的生命中的计划，而且独顺服主的权柄，互主诚做阮身躯圣殿的主。并伫这殿来做赶出、车倒、毋准的工课，互阮诚做主下用的器具，来做主下用的女仔囝。吼，所以咱今仔日用安尼拄好半点钟啊，读2摆圣经吼，啊，阁有即个教育事工部准备的即个灵修小品吼，安尼短啊灵修，毋过我感觉足侪学习伫这内底，嘛有足侪感动甲安慰吼。所以刷来咱共款继续来为着教会，甲即个世界啊疫情，也是咱集体需要的，集体来带祷吼。咱头一个来继续来为着疫情来祈祷吼。今仔昨暗阁有一个紧急的即个记者会吼，啊，阁有即个 P3 实验室，即马可能有即个。扩大的感染吼，咱为着即项代志继续来祈祷，啊嘛继续为着咱的医护也是消防即个第一线的遮个防疫的人员继续来为着因来祈祷吼，啊嘛可能会开始有即个主第3档的即个有风险，啊咱继续伫即个2级的警戒吼，啊咱来保持即个积极的防疫态度，啊嘛求主赐智慧、聪明、体力。较健康，互咱的政府才官员，互咱做伙来为着因来祈祷。先伫遮为着阮消防人员来祈祷，主阮真袂堪你，看到一摆即个 P3 实验室。主，阮伫遮要献上阮满心的恳求。阮搁一摆看到昨暗即个 P3 实验室有即个疫情的变化，主，阮满心的恳求你带领阮会当真心情的平安来面对刷落来的可能的无共款的挑战。主，阮真正知影你是即个创造人类的主。
你嘛是创造病毒的主。主，阮看到你所交托互阮的使命来管理，来甲即个你所创造的万物，三甲做伙来维持你和平、你和谐的即个心意。主，这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工课。阮爱恳求你，互阮会当有对你遐来的智慧，互阮的政府官员，也是遮个医护、消防的第一线的人员，有对你来平安甲体力、开力来引带全台湾、全世界，会当伫即个疫情中间，搁一摆来思考，你的心意是啥物？阮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接来，咱嘛为着教会事工来祈祷吼。即个礼拜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薛伯赞牧师会来咱教会来正道请安，柯牧师会去东门教会来正道请安吼。下晡有咱的儿童圣诞欢乐派吼，即马有70个国小组、70个即个幼儿组，家长组差不多有50个伫即个大堂吼，所以为着即个差不多200个家长甲学生来祈祷，阁有30-40个青少年甲主日学老师做伙来服侍因吼，求主互咱的天气备办即个适合的天气，互咱的出入，因为即摆200个囡仔甲家长吼，咱教育馆要用B1嘛。头一摆顶礼拜是即个亲子礼拜吼，140个囡仔甲家长伫咱的4楼今仔即摆180个囡仔甲老师伫 B1，咱嘛在去看觅咱的教育馆会当有偌济人伫内底来活动吼。求主来为着咱来备办。拜一嘛是咱圣诞派对即个松年场吼，阁有后礼拜5是幼新的圣诞晚会。后礼拜是圣诞赞美礼拜，阁有圣礼典，为着遮个幼儿时也是更新礼，也是要洗礼的兄弟来祈祷吼。下晡是爱家场的圣诞派对吼，咱为着遮个代志做伙来祈祷。主，阮要献上满心的感谢，你赐予树林教会一个遮尔水、遮尔好的空间，阮的教育馆。主，阮看到今年虽然有疫情的影响，毋过伫年底，阮开始有足侪团契、足侪社区的活动，开始使用阮的教堂、礼拜堂甲教育馆。主，阮真正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旨意，要伫树林教会诚做，互树林教会诚做一个无共款的教会，互阮会当诚做即个社区的祝福，将你的福音，将你的即个恩典，搁来传出去，来帮助搁较侪有需要的人，倒转来你的面前。主，阮为着搁来即2礼拜、即个月有侪活动。求主你的圣神、你的平安，甲阮伫地，
互阮出入伫即个礼拜堂，有足侪囡仔伫教育馆，有足侪家长甲囡仔因伫耍游戏的时阵，伫听故事的时阵，拢会当得到足侪对你遐来的快乐甲喜乐。主，阮为着咱12月份遮尔侪场的即个福音的即个派对，献上感谢甲祈祷，求你带领。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咱嘛继续为着即个对疗愈到相信的即个1对1的课程吼，咱看到即个国小工人的付出，啊，上帝带领遮足侪人愈来愈感动，啊嘛愿意讲我要来领洗礼吼。啊嘛，咱嘛有即个活典的小组吼，啊，咱教会拢总有10个小组伫进行吼。求主帮助咱伫即个宣教顶面的装备会当愈来愈扎实吼，啊，真正看到遮个需要的人，即马足侪教会拢是足侪人入去，因为咱的心灵真正有足侪需要。毋过，遮个教会是毋是有法度将遮个人留落来，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安慰帮助着因吼？咱为着咱教会即个甲社区甲宣教遮个事工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看到即摆社会的进步，足侪物质的享受，足侪物件伫进步，即个网络的进步，即个囡仔教育的无共款。主，毋过阮看到人的心的软弱嘛是愈来愈侪。主，阮真正毋茫阮教会遮个活典的小组的锻炼，也是即个1对1的传福音的遮个锻炼，主有你的智慧，甲赐互阮会当搁较认真、搁较拍拼，来将你的话语、你的福音传互遐个需要的人。求你祝福即个社区、即个教会，阮侪工人即马伫装备、伫学习，安怎将你的话语传出去。求你带领阮一步一步来进前，主，阮献上满心的感谢，看到你这130年来的带领，实在阮真毋堪有遮个恩典。主，阮真感谢你，互阮有机会甲你做伙来同工。阮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最后，咱嘛为着咱的肢体、家庭甲生活的需要，有足侪心灵软弱，也是身躯欠爱的兄弟姊妹来代祷。啊，咱即马嘛有3位兄弟弟兄吼，安迪、杨浩、维元因伫做兵吼，求主帮助因伫军中的即个出入拢足平安顺利。咱做伙来为着咱肢体、家庭、生活需要来祈祷。
请咱做伙用这段祈祷来做今仔日的结束。全能的主上帝，恳求医治全地。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世人必得听见你安慰的声音、鼓励的话语，心中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勇敢面对挑战，靠主战胜艰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你的恩典乃一生之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也用一点时间，跟你旁边的家人一起有一些分享，一起祷告。我们今天祷告会到这边结束，晚安，平安。